11月26日，欧华好声音决赛，评判由金柳红、韩建敏、陈玉燕担任。最后结果全是男士铁下，胡云林以追风筝的孩子夺得头筹，亚军陈国华、季军差5名。追風箏的孩子，實至名歸。係7號嘅陳國華，眼裏都是你。多謝周素蘭精心策劃，同埋黃明坤等朋友嘅支持，呢場以歌會友嘅活動已經圓滿結束。除咗有紀念品頒俾冠軍之外，亞軍、季軍同評判都各自收到一份由 Novemile 公司贊助嘅禮包。除咗參賽歌手之外，一班中意唱歌嘅朋友，例如金紅柳老師，佢係伊斯靈頓華人會歌唱比賽嘅冠軍；黃國華同周素蘭就係歐華奇英嘅歌王、歌后。另外仲有其他歌手都寄養難耐，大展歌喉。比賽完咗之後，大家紛紛上台獻唱《如賓同樂》。